Trump 宣布要停战2礼拜的时间，以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做条件，伊拢回应会保证通行的安全。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今仔日早起去南京的中山陵演说，讲到后边，也拿咱民进党团批评9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成功大学随着恐吓批要求停止放送国有器官相关的影片，甚至呛讲有炸弹，后手查到恐吓批是来自警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中大新闻，我是麦尚莹。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为着要荷姆兹海峡的决定，要暂停攻击伊朗2礼拜的时间。即马那国际原油计销是降要10%，就连台股今仔日开盘也起超过1400点，台积电是涨来到1950块。这美国总统川普要来停战14天，美国的股市指数虽加悬，也那下股呢嘛是同款大起，台股开盘是起超过1400点，台积电上悬是来到1950块，也那台积电也起码9%，普遍啊看起来这股价呢超过1000块的股票拢有起价。另外，要来关心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呢，昨中昼去收到一张电子的恐吓批，这对方的态度是真硬，要求学生组织要停止来放送国有器官相关的影片，甚至佫呛声讲这校园内底已经有放炸弹，先带随来启动校安的通报。后手是查到这个恐吓批呢是来自警外，因为警方目前嘛无发现任何危险的物件，未来是会加强巡查。学生提出手机拍开电子批，讲学校军会室晚2点传来这张批，写着学校收到不明人士恐吓批。这站就发生在台南成功大学，下部处是初7中昼收到电子批，内容讲甲真清楚，要求学生组织伫5月初7停止播送国有器官的影片。揭批人放声伫校内放炸药啊！若无取消这个播送的活动，到时会好倒起来。这款恐吓的言论随着网络传开，引起讨论。遇到放假，所以可能大家不在学校的话，可能对这件事情也不会太担心。如果我在台北，我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对，台南好像，所以也是加减会一些紧张，还是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对，内文字有写说他是最后调查是境外的 IP 位置，所以也不确定到底是，基本上比较。就是很明显是假讯息了。虽然这是境外假的批，不过校方唔敢大意，第一时间启动校安通报，嘛联络警方，伊嘛派人针对影片要播送的地点、国际会议厅做检查，加在无发现任何危险的物件。针对外界怀疑成大这2天放假，甲是参受到恐吓威胁有关系。校方批回这2天拄好是校际活动期间才停课，不过校方也就假批提醒，全校师生爱提高警觉，派遣员警携带器材，会同校方校安人员实施校园安全检查。尚未发现危险物品，那他们也会邀请一些评论家来评论，所以其实学校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是非常的谨慎。好，那但是学生组织来播放这一个基本上我们尊重学生组织他们的这个想法。事实上，这款针对播送国有器官影片威胁，并不是头一届。学生组织1年办2届活动，校方讲到今尚无捌发生6至7届恐吓，校方回应尊重学生因的自主决定权。在影片播送的前后，学校校安中心参警方会加强巡查，维护校园安全。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高雄大南部千村的计划已经启动，其中一单呢，就伫咧凤山的凤翔公园的边啊。也毋过，这个公园呢，其实伊永过是一个粪扫场，也因为沼气的问题，已经封起来足侪冬啊。所以议员呢是建议讲，应该就要做一届，把这个粪扫拢甲摒互走。也那市长陈其迈伊也要求相关的局处赶紧来评估规划。入口处的铁门锁起来，原地菜地者禁止进入的告示牌已经害伫咧边仔。这是高雄凤山的凤翔公园，面积3.2公顷，以前是粪扫掩埋场。2003年，甲转型做公园使用，所以因为土地粪扫分解产生沼气有安全疑虑，就安尼封起来。这么侪年来，拢坑咧拍远，正做治安的死角。因为附近有大南部千川的预定地，有议员认为市府爱想办法彻底解决这座粪扫山。市府也有评估过。大概要移除那一边呢，大概需要花13亿的这个经费。可是移除了之后，那一块土地呢，可以来做活化，也能够变更成为住商的用地。办一些活动在那边，后来你看就没了，就荒废了。荒废之后，你就知道嘛，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吸毒之类就跑到上面了。所以那座凤翔公园
后来是没有人敢去啊。凤翔公园附近除了中仑社区以外，未来有部分的大拿埔居民也前来遮。议员认为，市府敢若靠变经费来整理公园环境是治标无治本。里长嘛希望会当甲遮的粪扫拢刷走，莫规间规工拢咧片臭味。市长陈其迈也答应，会要求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去评估规划。如果财务可行，那当然也不应该也可能也不止原来的这个垃圾餐的这个范围啦能够利用整治并开发的手段来加速整个垃圾山的移除。英国同款是粪扫掩埋场的南马溪都会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根本。不只因为凤翔公园位在精华开发地段，地方期待会当彻底整地开发，带动当地整体发展。记者郭家祖、邱超阳、高永昌报道。另外，伫这七贤一路呢，有一搭大楼1楼大厅，这天棚的装潢是雄雄规片安尼落落来，去隔着这个柜台。加在伫咧当这个保全呢是有闪开，人是无安怎。也因为这个大楼伊的公共设施进前，就是因为漏水等等的问题，到当时也未点到完成。即马就连天棚也放落，管委会是呼吁建商就要赶紧出面来处理。规地装潢落落来，甲柜台底歹去，车白半暝。高雄七贤一路这栋大楼，1楼的大厅装潢雄雄放落来，加在保全听到声音先闪开，敢若侧伤。凌晨发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透过群组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下是很错愕。这里修一修，那里修一修，结果这个我们不懂啊。但是伊个青苹果的，你知哦。落落来装潢电梯电梯遐，透早住户敢若当对地下1楼出入。这栋321号的大楼已经起8年，不过因为公设的部分有漏水等等的状况，一直无完成点交。因那建商也主张保固期5年已经过去，甲管委会无共识，双方因为安尼相告。其实我们在上个月已经有开会通过说，原本预计是应该是今年度就会跟新复发来做调解，然后来签这个就是合约这样子，但是就突然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情。来到大楼其他的公共区域，因为29楼配送区甲防灾中心等等的装潢，甲大厅同款，互住户是真烦恼。希望建商赶紧来评估并且处理。有装潢业者初判，可能是天棚吊的角材无补好势，才会记载袂调。固定的脚材，它必须要加长或是用连接的方式做，然后通常这种方式的话，应该是要做密度要小一点，它的骨架比较有那个支撑力，然后看起来它骨架应该照正常的方式做的话，它可能承载力不足。干部局接到通报，派人来勘查，表示已经通知建商来处理。因为苏东时负责装潢的公司已经倒掉，建商透早也请修理的厂商来会勘，不过交割进程也未表明会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访问中国，昨头一站呢是去甲国台办的主任宋涛来见面，双方是一再来强调9二共识。也那今仔日这郑丽文是去中山陵来祭拜，明仔载就准备要去到北京来准备这个车闸要来见习近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到中国南京的头一暗，伫咧南京的东高国宾馆出席晚会，接受国台办的主任宋涛的款待。两个人将有互动，佮互相敬酒。致辞的内容是关注伫咧两岸关系发展，佮再将焦点扭转来9二共识。再次的证明，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个政治基础仍旧历久弥新。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只要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那么两岸就可以交流对话。郑丽文强调，两岸当咧创造一个新的模范，并不是注定就要走向冲突。因为宋涛是搁再强调，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是2005年国共两党就已经确定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会当和平发展的关键。我们绝不容忍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遭到分裂破坏，两岸同胞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家里的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提出3大问题来质疑郑丽文，即间去中国敢有接受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前提？也阁有习近平过去讲到9二共识就是一中，安尼敢是就代表认同两岸属于共一个中国？另外，到时阵见到习近平，敢会反驳习近平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主张。在今年的第1季
共机的侵扰台湾呢，就有420架次，第一季而已啊。民进党一直都赞成正常的交流，可是呢，这个交流不能拿主权来当门票啊。民进党强调支持正常的交流，不过嘛，搁再强调主权的立场袂当退让。两岸互动是牵连规个区域的政策，免怎兼顾交流甲安全。电力门这座行程继续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安问题，来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齐春英等人，因是涉嫌违反着反渗透法，昨是头一届来开准备庭。这法官呢，当场是问伊甲这个民革上海市委的总统会前副主任的一个对话，因为两个人这当中呢，是有讲到台北的金华城案的进度，也佮有李政秀接班等等的话题。也毋过齐春英伊是拢讲双方只是开讲尔。对问题无加讲，赶紧离开。伊是张金明，涉嫌甲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齐春英联合听中国统战官员的指示，伫台湾将事不法，互人告涉犯反渗透法等罪嫌，切切头一届开庭审理。坐警备车在爱齐春英，即届嘛，互人提醒到庭。法官提伊甲民革上海市委总统会前副主任孙宪的微信对话，两个人捌讲到金华城案的进度，李政秀接班立委等言论。毋过齐春英抗辩讲是伫开讲，伊嘛否认有动员中配填郭文铁，佮讲真侪中配本身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即届准备庭无认有犯反渗透法，甲伪造文书，敢若承认炸台加地下汇兑。你有都认罪了吗？知道妈妈炸大2700多万。马地法院开煞无愿意离开齐春英姓部的查某囝，共款卷入炸台官司，母女拢互人告共同炸台将近2700万。齐春英的查某囝伫庭上认罪，不过讲无不法所得，请求会当判缓刑。罗小姐有没有什么想说明的？为齐春英伊的查某囝甲伊伫台湾的朋友全然拢总些人互起诉，法院持续审理。毋过，甲中国渗透有关的案件，毋是头一届出现，也有军人牵涉强谍风波。前国防部军文社中校孔焕嘉就以招台旅游的方式，招现役军人去中国，暗过无成功，互人依照国安法定罪判5年4个月定案。原审撤销第一审之科刑判决。改判论处被告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行之判决，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判决并无上述意旨所指违法，量刑亦属妥适。真侪届收钱为中国协助发展组织的孔焕嘉，一审判刑5年6个月。二审认定伊虽然伫咧做兵的时阵互吸收，不过退役者开始发展组织，而且已经自闭缴回犯罪所得，改判5年4个月。最高法院已经驳回定案。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民众党的李政秀呢，昨是头一届徛起立法院来质询。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有爬上台顶，毋过煞强调讲，这李政秀呢无依法来放弃中国人的身份，所以行政院无义务来加回应。落尾这李政秀是一个人徛伫咧台顶讲15分钟，无人接受质询。我觉得国人都在看啦，这样子公然的羞辱陆配立委，其实是很嚣张，也很过分。行出立法院现场，民众党立委李政秀干着目屎控诉，因为伫议会第一遍质询，邀请官员质询时阵，这个人行政院长杜英泰上台，而且自头到尾面对立法院长韩国瑜说明立场，是基于对于院长主持大院议事秩序的尊重。站在对面的李政秀女士。他并没有依法放弃中国的户籍跟国籍，不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就没有权利来行使宪法的权利。那么行政院也没有义务来接受这样的答话。希望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能够依据相关规定，尊重本院立法委员的质询权。韩国瑜重申立委职权了，宣布休困，甲杜英泰协商，和李政秀一人徛伫遐等。伫会后开会了后，杜英泰态度正坚定，老神在在，坐伫伊的位的，并领引立委张家炳的先知，和李政秀一个人伫咧台顶讲：拜托所有善良的台湾新家人，我们一起来阻止这
这个毁宪乱政的赖政府继续恶搞。讲到家己为效忠中华民国，李金秀目屎甘得流。其他几位民进党立委也拢以捍卫中华民国法制、捍卫中配参政权的牌仔表达声援。以党团的名义来捍卫我们李正秀委员问政的权益，个人的行为言论，那就由我们的中评会来做依规的处理。因为李金秀伫咧民众党内纪律的证据，谈讲中评会催告可能会做开除党籍的处分，党团总调陈清良无加做评论。李金秀是讲，民众党是有制度的政党，尊重中评会独立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前几日才予伊朗最后一届的警告，也毋过即马又搁宣布要来停战2礼拜的时间，这是以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来做条件。伊朗的外交部长有回应讲，会来保证荷姆兹海峡未来2礼拜通行的安全，而且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甲美国来进行谈判，有计车站就会去巴基斯坦悄悄。美东时间7日暗时，美国对伊朗展开攻击的最后极限进程又搁雄雄解喙。美国总统川普伫个真实社群发文讲，甲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尼通话了后，决定伫伊朗同意马上全面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的前提之下，暂停对伊朗的轰炸甲攻击2礼拜。这是双边停火决定。川普表示，收到伊朗的10点建议，认为这是会用一个谈判基础，表示甲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甲中东和平协议的方面得到重大的进展，所以决定暂时停战2礼拜，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双方的和平协议。美国白宫也伫回应日本媒体 NHK 电话访问的时，表示以色列也同意停火2礼拜。针对川普宣布停战2礼拜，美国民众聚集到华盛顿白宫附近，要求伊落台。I think that doesn't solve a single problem. He needs to be in handcuffs right now, tonight. The world cannot allow this crazy man to continue to be in power. He is a danger to all of us. 2 weeks does nothing. This has to end now, tonight. 巴基斯坦的总理哈里夫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伊朗、美国甲盟友拢应同意伫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区马上停火，即时生效。佮邀请双方的代表团伫车站到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针对和平协议展开协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伫社群平台 X 发文回应，伫甲伊朗的武装部队协调了后，未来2礼拜以内会互荷姆兹海峡安全通行，并且针对结束战争，会去伊斯兰马巴德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声明，谈判期间暂定2礼拜，不过若经过双方的同意，期限会当延长。虽然美国甲伊朗同意停战的消息传出来，所以造成油价跌落去，美国大起。不过美国媒体 CNN 报道，波斯湾地区甲以色列有源传出飞弹攻击的事件。以色列已经表示支持美国的停火决定，但是以色列未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动的攻击。国际新闻陈时栋编译。以色列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领事馆呢是发生警匪枪战，这双方对射上无受10分钟的时间，这当中有一个枪手死亡。Menfur terör eyleminde biri ölü, ikisi yaralı olmak üzere 3 terörist etkisiz hale getirilmiş. Müdahale sırasında 2 kahraman polisimiz hafif yaralanmıştır. 土耳其的内政部呢是表示讲，这3个枪手已经受到压制，其中一个是当场着枪死亡，另外2个这着伤的呢是兄弟仔。怀疑这件案件哪像就是甲这恐怖组织是有关系，也毋过官方并无讲出到底是倒一个组织。媒体是讲有可能就是伊斯兰国这个团体。另外来看，这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呢，有帮派去劫这公车，甚至搁放火，甲警察来起冲突。也因为这款代志是定定有，所以目前呢已经有要200个司机停工，唔敢出车。也那另外伫个萨尔瓦多这带呢，这政府是大规模来扫污，目前已经掠超过9万人。大规模的审判也互民间呢认为讲上过凊彩，是集体定罪。光天白日伫咧大路顶放火烧公车，伫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定看到这种抢手的行为。O carro estava parado, o trânsito estava parado, eles entraram, pediram para me tirar os passageiros e tacaram fogo, foi muito rápido.
muito rápido mesmo, muito rápido. 警方加强抓帮派，恶道的保护手段也愈来愈强，常常随机放火烧公车。 Tempo deles tacarem fogo, mas o terror é muito grande. Na hora a gente só pensa na família, nos filhos, né? Porque a gente pensa logo que o pior vai acontecer. 官方统计，去年就要加200位公车司机，因为压力加惊吓症被迫停工。 E, às vezes, ônibus está utilizado como barricada, mais de 50 ficam parados e outro tanto tem que desviar o itinerário. E certas vias, como é o caso do tanque, que está demonstrado aqui atrás, não há por onde você desviar. É uma passagem cujo desvio fica a mais de 15 quilômetros. 暴力唔但是威胁人身的安全，也影响城市的运作。伊若伫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另外一场扫火大作战，也互民众真不安。总统布格雷用伊的执法特权，4年内掠超过9万人，也启动连续式集体大审判，加上质疑司法不公。Yo lo único que le digo y que pido que purguen la persona por lo que es, que investiguen uno por uno, que no se vayan al delito de otro. 有家属发烦恼，讲出来人只是上班，就甲帮派分子做阵比掠，有人批评政府打标签，并且有罪推定。辩护律师也讲，法官有当时一边审判上百人，审判真啰嗦。Así como es acá, es una fábrica de condenas masivas de personas, un mero trámite. Ya se les está declarando culpables. 一个是恶道唱秋，公车变做攻击目标；一个是严格执法。 法律变做一个形式，在安全甲证据无法度兼顾时阵，上痛苦的永远是底层的百姓。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来看这回这中东的战争呢，是造成全球原物料大起，塑胶袋啊计数是起30%至40%。即马行政院为着要来稳定人心，是协调中油来减产。也那经济部呢也提出这塑胶落架的专案。今仔日伫社团委员会呢，受立委提出质疑，讲安尼做已经违背着这环境部塑胶减量的政策。 台湾人的夜市文化是伫是台湾的小食也真多元。第一只好食米的塑胶袋啊，使用量就真大，即届受到中东战事影响，造成塑胶落啊欠配。行政院一定协调中油增加生产一起。经济部也提出塑胶袋啊并价专案，但是拜三伫社团委员会就立委质疑，这款做法已经和环境部减塑的政策相对拍。台湾很容易就一边谈源头减塑，一边又让塑胶上源的那个上游的原物料呢继续往上加。经济部他说他们会推出塑胶袋的平价专案，让下游的塑胶袋产量增产，每个月会增加约12.5亿个1斤的塑胶袋。 看在环境部的眼里，你觉得经济部这样子来反映，你的感受是如何？对此，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解说讲，经济部的做法是稳定民心的习惯，在战争时提出必要的措施。不过，环境部是长期推动源头减塑，这两项政策出发点是无同的。 基本上，委员如果说市场上我们想买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塑胶袋，那个其实民众的习惯的改变，这个是冲击是很大的，我们也必须理解。但是我们限塑的这个作为减少使用，所以我们是鼓励用2手循环袋。 根据统计，在台湾平均每一个人爱用782个塑胶袋啊，是欧盟国家的4倍。环境部强调，减塑政策会一直宣导，目前也推出地地相传的循环机制，鼓励民众把处理无碍塑胶袋啊捐出来，也和各大企业合作，提供捐塑胶袋的据点，希望趁这波战争，让民众重视循环经济重要性。记者陈选林玉凯台北报道。 讲到这环境的议题，来看中华丰原的王公渔港呢，附近有一道水门，有民众是发现大量的死鱼啊，现场这味是真歹闻。在地人是怀疑讲，可能是附近这饲猪的业者呢，趁这2天啊落大雨，偷偷啊把废水排出来，唔才会造成鱼啊大量死亡。那县政府是表示讲，会先派人去处理遐的死鱼啊，而且来检测水质，厘清这死亡的真正的原因。 大量的鱼仔就安尼死去，浮伫水面，现场臭公公。中华丰原王景渔港附近的水门，拜三透早出现死鱼仔，数量真济，而且味真歹闻。附近民众表示，变啊落大雨地出现死鱼仔，互因真无奈。安尼个死无多咧哦，等到梅雨季节个死的冲突超过即款的10个。早是来运动发现到的，主要利用落雨的时间啊。
给你掏放废水的。沟渠里面的内水无法排出，上游又利用大雨的时候排放废水，造成鱼群的大量暴毙死亡。民众怀疑可能是水门排水歹，加上附近饲猪业者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才会造成鱼仔死亡。官府表示，接到民众通报，随来现场处理，进行水质检验，水温大约是23.7度 ，pH 值是7.52，用氧量1.17，比正常的用氧量每公升高至10毫克较低。目前初步检测的水质，它容氧大概只有1点多。它是属于比较容氧偏低的状况，长杂草有根，所以也比较没有办法发现可能的污染源，或者是不是天然因素造成。目前的初步状况是这样子。关府环保局表示，初步调查并无发现污染源，水的用氧量低是鱼仔主要死亡的原因，但是用氧量低原因有真侪种可能，稍后会继续追踪水质的状况。那附近的民众反映，同款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几啊届，望政府就要加强稽查，找出鱼仔死亡的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在路边搞的食安问题呢，目前这通报人数已经增加到157个人，有12个人是检出这沙门氏杆菌。即马这受害者已经愈来愈多，业者呢是因为无投保，有可能就要赔超过4000万。即马有议员是建议讲，这先对业者的财产来申请假扣押，避免医生脱产，死到就讨无赔。以140人来讲，最高他可以可能要赔偿4200万。议员用食安法规定来估算，这回轮饼糕事件，摊商可能要赔上千万，因为正义市场轮饼糕摊商无营业登记，嘛无保产品责任险，消费者无收寄发票，若是要行法院真恶提证据。即卖受害者愈来愈多，面对未来民众可能会讨无赔偿，议员要求相关单位除了启动消费保护定数以外，嘛要展现实际作为。建请我们的雄检能够立即对业者进行财产的假扣押，以免以后我们的程序再跑，业者他如果偷产，那我们的消费者会求偿无门。希望检察官这边也可以帮消费者这边来争取，可以达到一个业者与消费者还有公权力这边一个3赢的状况，达到迅速和解。检调启动调查，要保存证据，主要就是因为已经伫患者身躯顶验出沙门氏杆菌，毋但发病紧，更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休克。更有受害民众出面讲，初时早起买轮饼糕回来吃，暗时闪闪有5个人开始无爽快，路尾有3个人送急诊，干那这几天伊拢总走8、6、70届，加在伊80多岁阿公有即时送病机，若无效果真正恶安生。连自己爬起来去上厕所力气都没有，所以状态很差，脸色也很严重。是有来得及就是送医院，不然可能后续有可能如果万一严重脱水，就真的会出人命。细菌感染比较严重，甚至跑到血液中，引起腹泻、疼痛的症状比较严重，甚至开始已经有发烧、畏寒的现象，那还是要赶快去就医，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要赶快去用比较强效抗生素去控制。因为细菌的来源到底是机能，还是有其他环境因素，佫需要等待卫生局的化验结果。不只个摊商无法度闪避责任，民众毋望相关单位会当展现公权力，替消费者讨回公道。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永昌报道。又搁有学生囡仔的权益受到损害啊！这是台中的一间国小棒球队的教练，伊是涉嫌对囡仔性侵、骗色，甚至搁甲人翕这性影像，检方是连续3波起诉，去查到有53个人受害。也毋过，这台中市教育局长呢，煞讲是干那43个，这数字是有争差。在野党是批评市政府放外挂，无人要出来担责任，就连制度嘛有空芳。孩子安全不能等。卢秀燕负责。民代也扛棒大声抗议，要求台中市政府负责。台中市某一个国小棒球队教练，2014年10月防检机对学生囡仔性侵、猥亵、搁翕影像，犯案的时间达到6天。台中市教育局长张武民初7伫议会备询的时，讲受害学生总共有43人。民代批评，甲检方调查起诉的数字对比起来，到今阁无教育局官员下台负责。局长号称说他有签自行处分，但是处分卢秀燕没有签，真正是无要无紧吼。别人的囡仔他不在意，
但是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台中地检署伫去年7月头摆起诉，认定这名教练涉犯强制猥亵、强制性交等90项罪名，总共有32名未满14岁少年受害。同年11月又搁查出另外10名学生囡仔受害。今年4月第3摆搁追加11名受害者，总共53人。日本教育基金会表示，教育局一直无扩大调查，官方掌握的数据拢出现警察，这明显是制度有问题。校园的权势性侵、校园的性侵案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显然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台中市政府长期没有面对，那这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受害学生家长表示，目前当地甲学校讲赔偿，后续会透过法律行动争取权益。学校有出面要谈和解的金额，我不和解就是走上法律，然后由律师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第一批、第二批里面的人数就有重复，可能有些人没有掌握到他有重复的部分哈。那第3次的这个起诉这2天，可是处分书还没有到。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受害人数侦查是因为有定态情形，希望法院会当对这个教练重判。目前已经针对学校前后任的校长甲教职员做记告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是去访问中国，今仔日早起呢是去南京的中山陵。伊伫演说的时阵是讲甲后天，讲过去这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今仔日就是要来甲这粒和平的种子甲压落。也若咱国内这入院的民进党团呢是批评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呼吁哪样都要遵守这国家主权的底线。加油！国民党加油！穿贵属显假比实的西装套装，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一现身，马上就受到现场民众热烈的欢迎，大声甲喊加油。伊嘛一手甲人致意，搁比爱心的手势。邓丽文率团访问中国，车飞一透早第一个行程，就到南京中山陵来祭拜。鞠躬，再鞠躬，3鞠躬。向国父孙中山献花祭拜了后，邓丽文发表谈话的时阵是讲干后甜一甜，讲到孙中山过身的时阵，台湾拄好去予日本殖民的这段历史。邓丽文情绪真激动，嘛讲到孙中山一生真爱自然，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重视生态保育，希望所有的人甲和平的经济掂落去。孙中山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希望我们今天不止为两岸的中国人，也为所有的人类种下和平的种子。2300万人觉得最忧心的一个地方是，他指出不走9·2共识台海就会动荡。好可怕啊！错把统一的进程，把它当成是一个和平的一个选项民进党伫欢迎党团批评接受9·2共识定位是接受一国两制，呼吁国民党唔好错误把统一的进程当作是和平的选项。邓丽文估计会见江苏省委书记了后，要坐高铁自南京转去上海，下晡会参观海滨港工业区，暗时会会见上海市委书记去黄浦港游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中国是伫东海甲黄海呢有设5个空隙的保留区，这时间是有40天。国安局长蔡明干是指出讲，这时间点拄好是伫传习会进程，所以判断这中国呢有可能就是咧试探美国。另外，针对着这中国普色地带的侵扰，蔡明干是表示讲，除了建立这跨部会通报机制，咱也得甲国际来交换这海域保卫经验。中共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自3月28到5月初9，伫中国东部沿海，包括东海甲黄海为5个空域保留区，时间40天，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安局长蔡明干讲，中共是要伫全社会进行对军事加政治层面试探美国的反应。在画设之后，在4月6号，美国也有相关的侦察机进入到空域保留区去进行活动。因为空域保留区一直画设到5月6号，几乎就是在川习会的前1周。那所以这一部分可能在政治上也是在试探美国在川习会之前在印太地区相关空域活动的状况。国安局的报告讲，共军对台采取复合式的威胁。今年第一季共击了台超过420台次，到目前伫台海执行过11遍的联合侦避警巡，
另外，中共海警船也常态性侵了咱外离岛的水域。根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中国的海警船侵了金门水域12遍。这段期间，调工关闭 AIS 船只的自动辨识系统，要安全反制中国捕食地带侵扰。出面员讲，已经建立跨部会同步机制，也加国际交流。国际社会对于中共这种海上灰大的袭扰跟施压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也变成是我们跟国际社会在交换这种 MDA 我们叫海域感知相关经验的一个主要的重点的议题。反制中共军事扩张，印太地区国家提悬戒备。出面员讲，美国用美日同盟做核心，深化美日加恩安全合作。第一岛链正慢慢形成美明的区域防卫体系。一旦台湾的角色正关键，就要向国际展现防卫意志。记者综合报道。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呢，伊是指出讲，未来希望讲会当编这科技预算，来帮助媒体把这资讯的资料甲数位化，放入去台湾主体 AI 训练的资料库，来进行训练，协助各行业的发展。新型是 AI 侵入咱的生活，毋过大型的机器模型的训练是爱靠大型的资料。立委陈培如讲，根据数据显示，训练资料将近50%是英语，若中文虽然占5%，却是简体中文占大多数。伊就问 ChatGPT 讲吴成文是谁，得到的是这个内容。他跟我说他是数发部部长，那我问他会打棒球吗？他说很抱歉，目前公开资料中，吴成文并没有以棒球选手或是长期参与棒球活动闻名的记录。在 AI 时代，台湾面对主权 AI 的挑战，国科会主委行政院政委吴成文讲，目前由数发部主导的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国科会推动泰德模式，用有台湾主体性的文本来做训练的素材，包括政府也有民间多元领域的资料，希望未来编预算，协助媒体将已经公开的资讯资料数位化。他们还是拥有他的这个著作权，但是要捐给我们主权 AI 的这个资料库能够做这个我们主权 AI 的模型的这个训练。吴成文讲，目前南科已经起一个选择中心，第一阶段建置5.1条瓦，那第二阶段就要看预算通过的情形。不过国民党立委加卢君问到，美国去选择工厂的单位是偌济？Gigawatt 对嘛 ？Gigawatt 是 megawatt 的几倍？这个我大一的那个计算机概论对嘛？所以所以可以回答嘛？是几倍？讲那个没有意义啊！台湾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啊！多几倍嘛？这个科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回答吗？1024倍。吴成文讲，美国的市场这么大，国科会起的是为着学术研究，不过嘛是会吸引民间的投资。若真正外媒讲，台湾若面对着欠水，也有能源供应的压力，恐惊会冲击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运作。吴成文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就讲，水的部分未来2个月应该拢算是也个稳定，甲5月进前能源的供应嘛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捌是咱国内啦啦队的姓尤的女性，伊是互人指控讲，对去年10月开始呢，加入这诈骗集团，伊家己有认罪，讲有对这当中赚3-4万，也来承诺讲会分期来赔付这被害者19万外的损失。另外，双方目前已经和解。伫镜头前跳舞，伫网络顶积极经营社群。一个姓尤的女子伫网络顶不讲有名，不是红云小路啦啦队的其中一位，也参加过准年12强棒球赛啦啦队的应援。严格说涉嫌诈欺犯罪，自去年10月开始做民告车手，涉犯组织犯罪加洗钱等罪嫌。平常喜欢跳舞、拍照，还有做甜点，甚至是 7-11， 期待在球场与你相见哦。伊才21岁，最近被团犯出庭，已经当场认罪。伊承认做车手3遍面交提钱，伫台北市内湖向假投资的被害人提19万8千外块，结果转交予其他的诈欺成员，伊家己也摕到3-4万的报酬。伊答应讲会分期还予对方，而且已经甲被害人和解。那你是喜欢吃百叶还是喜欢百叶？咱要联络涉案的被告，验过伫新闻播出之前无联络到，因为过来诈骗的手法一直变。除了假投资这个举报，台北市中山区有一位女子，和诈骗集团假作检警改骗，走去银行要清资产证明。这个人有认识？是我同学啊，他不叫这个名字。警方赶来现场，发现诈骗集团模型的相片，拄是教场环境与警校的同学，一直来考讲这个女子才知影讲被骗，好讲在无金钱的损失。经警方检视对话后，发现对方盗用远景警校同窗照片，
拆穿为假检警诈骗手法，当场劝阻成功。诈骗集团的手法愈来愈侪种，甚至啦啦队的队员拢参加诈骗集团，所以大家要加加注意，唔当互家己的钱互诈骗集团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看，这交通部民航局是宣布讲，自今仔日开始，这旅客坐回轮机，极价敢若会当炸2粒锂电池的行动电源，违规呢上当是会罚到10万块。这新制实施头一天呢，伫桃园机场就已经有超过10件的违规案件。提出行动电源替手机充电，出国旅游在外要翕相找资讯，搁爱找地点。手机若无电是真麻烦，所以强要每一个人拢会炸行动电源。是带几颗？我是带2颗啦。对。那你知道新制吗？我不知道。所以你觉得2颗就差不多够用？差不多啦，就因为整天在外面，你怎么用应该也差不多，2颗的电量应该是够用。平常都会带行动电源出门吗？会啊。那出国的话呢？出国基本上一定会至少带1颗啊。对。那知道有新制吗？新制好像就是出国1人只能带2颗。为着符合国际规范，强化旅客也个航空公司的安全，即马除了已经禁止伫咧飞行机顶悬使用行动电源，民航局公告自4月7日开始，每一位坐飞行机的旅客，上济敢若会当炸2粒锂电池的行动电源，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10万块。自即日起，在各机场开始加强行动电源的检查。经8日清晨开始，桃园机场已查获10余例旅客因携带超量行动电源，需当场抛弃之情形。新制实施的头一天早起，桃园机场已经有超过10件违规的案件，航警局再度呼吁，行动电源必须要随身炸上飞行机，一个人敢若会使炸2粒。若行动电源外观的用量标示必须要写甲真清楚看会到，嘛提醒民众咧款行李的时阵，就要检查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今年呢掠到头一尾乌昂床，今仔日中昼来拍卖，落尾是以201.4千块价卖出去。偷害50年第一次捕获到这一尾黑尾鱼。那这一尾黑尾鱼我们听洪船长跟我们转述，它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哈。它这一行刺是要到我们西南海域是抓旗鱼的，大家知道那个旗鱼的钓绳比抓黑尾的钓绳要短，然后要细，结果它可以把这一尾将近200公斤的黑尾鱼拉上来。就知道我们洪船长1倍好功夫了哦。那今天这一尾黑尾鱼，不仅是我们屏东的第1尾，我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宣布，是我们台湾的第1尾。今年屏东这第一尾乌昂床呢，长度是有214公分，重量是184公斤。也毋过因为今年这新制呢是规定讲，这渔民就爱先甲这鱼刺先甲处理好掉，所以会补偿6公斤。即马总重呢算讲是190公斤。伫咧今仔日中昼拍卖，落尾是以201.4千块价卖出去。另外，再来看宜兰这苏澳呢，有一个全长龙168号是掠到这苏澳的第一个这个乌昂床，经过调查，这重量是276公斤。苏澳店长呢，这个李明铁是认为讲，这苏澳的乌昂床呢，其实品质是无输东港，也毋过知名度有影是无够。渔民对海林甲乌昂床救起来，目测重量甲板头拢有够。随通报电台，宜兰县苏澳一放滚船全长龙168号掠到大尾乌昂床了后，随靠登来港口。就是那时候它会一直跑这样子而已啊，然后船要跟着它一直跑啊。这尾大尾乌昂床车白载起，经过测量，甲鱼体扣掉，各有276公斤。人民确定是今年苏澳第一尾乌昂床。全长龙168号顺利连装，连续2档掠到头一尾。上重要是要鉴定伊是不是活鱼啊，但是拄则有迄个露营所这个委员吼，拢经过鉴定拢合格安尼。若要认定苏澳第一尾条件袂少，包含通报电台、起鱼体以及重量要达到180公斤以上，这尾符合条件的乌昂床渔会会公开拍卖。不过，苏澳店长李明铁认为，苏澳的乌昂床品质无输东港，不过知名度却较无够，各单位爱想办法做行销。我们应该请不管是县府啊，还有我们政工所，应该尽全力来行销我们的这个黑尾鱼。基于这个
保育海洋的永续利用哈，那我们也会适度啦哈。官府表示，针对游泳池的行销，除了目前的拍卖，嘛会到台北办理促销会，因为环境因素的概念无适合过度行销，官府会看办势做行销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亚那婚宴的蚵仔呢，最近嘛要来采收啊，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以现行的规定呢，若准请这外籍移工是需要先来看报纸，而且搁等待1个月才会当互因来做事，希望讲会当缩短这行政流程。云林海口饲蚵仔的人真济，刷到来要大出爱开始吐蚵，也毋过海口人口老化的问题，定定会欠卡手。当地养殖业者讲，若是使开放掠鱼仔的海洋移工，直接转换做掠蚵仔，缩短行政程序，袂使减少欠工的问题。科农这边的反应，我们也尽量的去反映给委员，那也让大家各部会去了解，去解决问题。并行会当甲放做同一个类别内底，所以就免转来转过去吼。咱会当行政的简便，这对渔民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吼。云林蚵仔养殖发展协会表示，云林沿海饲蚵仔超过3000公顷，若透过渔业权聘雇移工，需要办理登报，等待满1个月才会使开始做事。互原本就已经会使去哩做事的人，无法度做事，这对着产业冲击真大，会造成大出的时阵无卡手通用。那修正完以后，渔民朋友最关心的跨业别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的牡蛎养殖工还有我的这个纳入这个海洋渔捞工，他可以一起来做跨业别的一个指派工作。因为把这个海洋养殖的部分纳入我们的这个海洋渔捞，所以它就是会是同一个类别，将来整个移工的调派或是运用上面，其实它都可以大幅缩短我们的时间。渔业署表示，即卖会甲劳动力发展署做伙拍拼，甲掠鱼仔抑个饲蚵仔这2类的移工甲合作一类，互头家请工会当直接转换，袂阁安尼哩落拍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天气连绵寒，搁连绵热，而且呢又搁落雨，所以蠓虫也真高。伫大潭县的这个笨手焚化炉附近，这农园呢，就发现这大量的红蜘蛛，造成农民的这个农作物规个拢乌有去。台南农改场研究人员伫这片一份地顶头一个农葵，发现伊的叶仔已经拢白化，甲叶仔变过来看，发现规个拢红斑。研究人员甲叶仔装入去化验看是虾米害虫，初步判断是一种俗称红蜘蛛的伊凡氏叶螨，会使叶仔互食物打死。它会刺激植物，然后植物就会产生叶片就会斑点，白色斑点。那白色斑点的话，叶片整个就不会绿绿的吧？绿绿就失去叶绿素这样子，就没办法光合作用。这种红蜘蛛伫春天天气向寒、向冷的季节上多。这片农葵田的边啊，如果是一片荒地，拢全草啊，无人整理，这种红蜘蛛正适合生存。这嘛拄好伊团的季节，数量正多，体型个细只，风一吹了就4月飞。已经飞到本所焚化厂维修工人休困区，有一寡人已经皮肤过敏，也危害附近农产。这拢啊掉啊，拢啊叶啊烧死，拢个死掉啊。先从基本的园区管理做一个整理，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再去做监测的部分，跟改良场一起来避免这个虫害的扩散。台南农改场提醒农民，红蜘蛛也惊水，用个一个叶仔后壁喷水防治。要果若是虫害面积伤大，可能就要用适当的杀虫剂，减少农作物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关键古迹陈显墓呢，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不过即马煞传出这墓具互人家破坏去，检方已经介入调查，上当时会关到5档。警方金门县政府的人员和学者，测测一大顶到金门县定3级古迹陈显的墓来做会勘，一群人的表情是真沉重，因为这座已经有623年历史的陈显的墓，竟然互破坏，现场会当看到墓具的外层，就片拢互毁坏啊，出现一个大坑，初判无伤到墓石。这个快晕倒了，那墓啊被刮一个很大的窟窿啊，显然就是被盗。代志发生在初6的清明连假，单市中心到陈显的墓要去扫墓祭祖，所发现墓上顶悬的所在，互卡一个大坑。现场技术是犯难工具的沙条，搁留伫遐。合作人士生气，搁痛心，烦恼讲敢是偷墓的行为，赶紧报警察。警方随成立专案小组，金门县长陈福海嘛告着关心。像那边有几个工地，我们来看看。
相信警察同仁会认真来看待这件事情，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路系统，查可疑人车。陈显的梦是金门4大有名的古墓之一，陈显是金门明代召记的第一个人，有开考第一的称号，一世人青年功德。因为无愿意输皇抢为做皇帝的明成祖落尾以死明志，伫向海边的墓变作金门有名的风水宝地。没有破坏到下面的本体。下面的棺材还没动到，因为它是古迹，我们只能原样修复。会触犯到文资法的这个部分，包括刑责会有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责。这个古迹受损的案件，若是确认是人为的破坏，恐惊是犯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当会罚判刑5年。文化局表示讲，会帮助中青演艺修复，而且加强访视，嘛会请警方加大巡逻的力量，强化古墓的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消息来看，在白沙屯马正乡今年4月12日暗时要来起价，隆重是有45万人报名，也那即届也推出行动医疗的服务。今日白沙屯宫田宫妈祖建立到进香的时，乱桥行卡到的所在总是对真侪信众，加上进香路线一向无固定，需要紧急救护的时嘛真困难。台北医学大学含东综合病院运用科技通讯技术推出行动医疗。2、1，请节目。唔那行动指挥车也有电动3轮车解决救护车较恶伫人群当中行动的问题。医学团队嘛甲白沙屯 GPS 团队合作，在手机 App 内底建立即时定位救护的功能，互医护随会知影患者伫咧倒位。行动指挥中心会去调度最近的机车前去评估，当他一评估认为这是一个重症病人，回报行动指挥中心，行动指挥中心会派遣电动3轮车到现场。电动3轮车上面有两项最重要的资源，第一个是医师或者专科护理师。白沙屯马祖进香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庙方表示，这几年愈来愈侪民众参与进香，嘛真爱掌握民众的健康状况，因也肯定科技甲医学结合，通协助临时有需要医疗救护的乡镇卡。就是讲信徒无路，阮无路去控制讲信徒迄个，人较多，所以拥挤啦，也是迄个会造成一些意外，什么都是需要同众的跟这些医疗的帮助。这样。今年白沙屯马祖进香的行程拍算自4月12日暗时11点55开始，隆重8天7暝。今年除了白沙屯大马、白沙屯芦珠马，也有山边马拢会做伙，对白沙屯宫田宫出发一路到云林北港才会回銮。记者卢长珠、郑春友台北报道。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气温回升，透早台湾各地会有局部地渐阵雨，一时开始降雨，渐渐转雨。东半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游园有局部地渐阵雨，其他的所在会伫地渐阵雨落雪。转做坐云。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